嚟緊嘅日子咧，將會見到我推出一啲由我親自開發嘅 AI 產品。而我做呢啲 product 嘅主要目的咧，唔係淨係為咗整個 AI product 出嚟，而更重要嘅係咧，我希望你都有機會跟住我一齊由零開始學習點樣利用 AI 建立一個有質素嘅產品推出市場，俾用戶用，而且係收費營運嘅。如果你曾經參加過我哋之前嘅30日 AI 開發魔法課咧，你會知道嗰個課程咧係主要教大家點樣用 AI 開發啲實用嘅小工具，去提升工作效率。而我認為呢啲內容咧，去到今日咧係仍然非常之有價值嘅。但係咧 AI 咧佢已經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啦。依家咧即使你冇乜 IT 嘅基礎咧，你肯用一啲時間建立基本功，建立你嘅 taste， 借助 AI 嘅力量咧，你都可以開發到一個有質素、真正有人試用、有人願意俾錢、正式營運嘅產品。因此咧，我決定下一個課程唔再淨係教授點樣開發小工具，我會真正建立一個 AI product 推出市場，等用家用，而且係收費營運。更重要咧係我會將成個開發嘅流程咧完整擺落個課程度，由產品構思啦、功能設計啦、AI 開發啦、安全性測試、部署去到正式推出市場咧，你都可以完完整整咁樣學習到成個 AI First 嘅開發流程。而呢個 product 咧，我會有幾個原則嘅。第一，佢必須真正有一個市場嘅需求，可以為特定嘅用戶帶來價值。第二，佢係可以收費嘅，係一個真正可以營運嘅生意，唔係 demo 嚟嘅。第三，佢唔可以太複雜，因為我係想初學者、小白都可以跟住呢個流程咧，一步一步咁樣做。所以咧，如果之後你見到我開始賣一啲 AI product 咧，係唔需要感到意外，因為呢啲 product 咧可能係我下一個課程嘅教材嚟嘅。咁如果你想搶先睇下我究竟整緊啲咩 product， 留言 AI， 我會優先將我目前開發緊嘅 AI product 咧分享俾你，同埋咧我更加會同你分享我打算點樣將呢個 product 推出市場，同埋我第一步嘅宣傳策略。留言見啦！